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今天非常的高兴看到这个野姜花。可能国外很多观众朋友呢，没有看过野姜花，也没有闻过它的香味哦。它必须生长在呢非常就是说清新的空气里面哦，然后没有污染的水域的山边呐，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花卉哦。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园区呢，最主要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老板娘呢。他会来教我们这个野姜花怎么入菜。今天呢，我们要跟全球观众朋友介绍在我旁边这么漂亮的女主人啊、其实，在大概20年前，你是移民到加拿大去嘛？哦，20几年了，20几年了哈。1994年。对，但是呢，她还是回归到一个心灵的故乡啊，在内埔的山区呢，开辟了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生态的这个自然园区哦。那今天我们来到她的园区呢，你看老板娘手，哇，你这个是都可以吃的吗？哦，这个不是，这个是我捡来要插花的。捡来要插花的。那今天呢，我们因为要做的料理呢，其中有一道是这个野姜花的料理。对，所以我们就要请教老板娘，这个野姜花它盛开的时候，还是它含苞？像金针石要含苞，开花了就没用了嘛。对。那野姜花呢？你们入菜的话，这个野姜花是要含苞的好，还是要这样整朵的好？还是说因为料理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要炸的话，就要盛开的。那我要来烘蛋的话，可能就含苞的，有这个区别吗？因为现在的人对健康很注重，所以说油炸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少用，尽量少油嘛。对，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野姜花来烘蛋。那野姜花因为它本身的香气很足够，所以说我们用的那个野姜花烘蛋不多。那平常我们就是现在野姜花盛开的时候，我们给它采起来，啊，这样子哈，这样子。那采下来之后呢，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哈，采下来之后哈，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花萼的地方，我们就给它拿掉哈。那通常在盛产的时候，我们都给它采起来，采起来我们就是这样子洗好了干净了以后，我们就用冷冻给它就直接冷冻起来。那等到没有野姜花的时候哈，还是可以有野姜花可以哦，是吗？那口感上呢会不会有不一样？你冷冻拿出来就直接放在蛋子里，直接才不要退冰啊，不要退冰就直接就可以。真的？那香气呢？香气一样那么香。真的啊？对，很多的香气会经过加热之后，可能就会稍微逊色一些嘛。那野姜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影响吗？我是感觉上没什么影响。是，很多人一吃到这个就有幸福的感觉。哎，我觉得。好像幸福还不足以这个形容啊，就觉得人生真的很美哦。那我们赶快来看看我们老板娘怎么样把这么美的花来入菜，希望观众朋友会被她所迷。好，我们走喽。好。今天的第一道料理里面的这个玉米，我们这个玉米呢是有机种植的水果玉米，好，那我这个料理是前食物，所以说前食物就是说它的皮跟它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吃，连它的须啦都不要弄掉了。那我就是将这个皮给它拿起来，然后我起来做高汤，很甜，我知道这个非常甜。这个好，我是将这个玉米给它弄起来，因为我们要做玉米炊饭嘛，所以说。必须要将玉米粒那切好了以后我就是将连这个下去煮，一样去煮高汤，做蔬菜高汤。我还以为说那个高汤再拿来当做这样煮那个饭的那个水呀，也可以，对不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等一下要煮这个炊饭的话，就是用这个蔬菜高汤。对，我们的那个。农场有机认证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那一向我们都是友善农耕的，我们从来不放化肥，不放那个农药的，所以说它这个那个土壤本身它是健康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微生物，它蔬菜长出来就会比较健康。那健康的话，它就会有抵抗。就是有他自己有抗体，所以从闻到它那个味道，他也不喜欢，就对了。他自己就有抗体，所以我们这个就拿进去做高汤。那我们现在做这个玉米
菇类的那个炊饭哈，那我们就要加一点那个哈，那个油哈。我也是要有爆香的这个动作。对，好，好，我们将这个哈，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里面，这个哈，我们就直接在这个，现在放下的锅里面，好，对，好，然后呢，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蔬食的，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放，我们是用姜哈，就是葱姜蒜，我们只能放姜啊，因为今天老板娘要展示的呢是素食的炊饭哦，蔬食的，好。这个米大概要泡多久的时间？这个米呀，我通常都是泡它2个小时啊，要泡2个小时哦，所以不像一般我们煮饭哈，一般我们煮饭的话呢，可能就是不需要泡那么久，甚至泡个15分钟就可以来煮饭了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炊饭呢，一定要让它泡个大概2个小时，吸饱了这个水分之后呢，再来做这个炒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吃到它食物的原汁原味，有时候我们没有加其他很多的调味料，所以就是将这个食物的本身哈，让它显现出来哈。那现在哈，我们加一点那个，盐巴哈，是加一点盐哈，一点点糖提味哈，是好，然后加一点点胡椒粉。好，就几乎所有的调味料都这个时候加了，就是在刚刚加入这个蔬菜高汤之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这些调味料。我们给它拌一边加，我们也要稍微炒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淀粉类它很容易呢掉电，对吧？会掉电，所以现在不想要让它变成锅巴，因为我们的饭都还没熟嘛。如果饭熟了之后有一点锅巴，倒是口感上呢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层次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边去拌它，然后如果发现这个米粒呢已经把一些我们的蔬菜高汤慢慢吸进去的时候，再酌量再把它加进去。对，还有就是我们加一点那个菇，菇放进去哈，再拌一拌，然后我们就让它很焖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哈用那个笋壳，然后是玉米的壳下去煮的高汤，因为我们油用的不多，是，所以用这个哈这种陶锅的话哈，它就会比较会将这个就水不用很多就会焖熟，那它会有一点点锅巴，但是这个锅巴呢吃起来是很香的，大概要煮多久呢？这个大概10几分钟就可以，这个要给它搓一搓哈，这看才不会那个，很快就会产生锅巴啦，对，因为搓一搓的话呢，它有一个空隙的话呢，它都会比较平均受热嘛，哦。那我们就给它焖，用这个盖子焖的哈，它火要转小吧，火要转小一点啊。好，我们火千万不要火大。哇，好漂亮哦！我们的那个玉米呢，呈现了这个黄色哦，然后配上这个点点非常可爱的这个菇哦，是咖啡色的哦，所以整个是非常调和的颜色。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啊！我看到那个远处的风景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哦，如诗如画啊！难怪这个老板娘啊，就是说舍弃大家都觉得很美的这个加拿大哦，回到她真的是心灵的故乡。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亩这个心灵的故乡，这个心灵的故乡不一定要在加拿大，也不一定要在花莲，更不一定要在京都啊。其实就是说，让你的心境呢会非常非常沉淀。啊，然后呢，在那里非常非常的自在啊，那可能就是最好的故乡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明颖黄老师跟我们全球观众朋友分享这么在地的食材，还有这么全然原味好的一个料理呢，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希望观众朋友隐隐约约会闻到这个野姜花的香气。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谢谢您，谢谢。